这5种在日常生活中看似平淡无奇的食物，若是在冬至这一天不知轻重、毫无顾忌地吃下肚，那简直就等同于是在给自己宝贵的身体喂食慢性的毒药。这话乍听之下，或许会让各位觉得有些耸动，甚至觉得不可思议，难以置信。但请各位荧幕前重视健康的朋友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更不要觉得这是无稽之谈或是迷信。请大家静下心来，跟着我的思路是想一下，我们生活在台湾这个步调紧凑、压力巨大的繁忙社会里，有多少人这1年来辛辛苦苦地注重养生，每天强迫自己早睡早起，坚持去健身房锻炼，吞服各种保健食品，好不容易把身体的底子打得稍微稳固了一些，结果就仅仅因为在冬至这一个阴阳交替、天地磁场转变最剧烈的关键日子里，没有管住自己的嘴，吃错了东西，直接就把明年1整年的健康运势都给吃没了，甚至可能连这辈子健康的基石都因此而被毁坏殆尽。这难道不可惜吗？这绝非是危言耸听。我是林医师，非常感谢各位拨冗来到这个专注于全家人健康与医学知识分享的温暖园地。如果您真心想要保命，想要让家中的年迈长辈、年幼小孩以及作为家庭支柱的您自己，在明年都能少生病、少往医院跑，拥有一个能够抵御流感病毒、对抗生活压力的强健体魄，那么请务必先关注我们的内容，然后给自己一点时间，把手边的工作暂时放下，静下心来，耐心地听我，把这堂关乎一家老小性命安危的健康课程讲完。大家好，我是林医师。日历一张张撕去，日子过得真的是飞快，彷佛才刚过完中秋，烤完肉，一转眼马上就要到冬至了。在台湾，很多人对于冬至的既定印象，无非就是一个传统的节气，觉得这就是个全家人聚在一起包个水饺，去超市买盒桂冠汤圆回家煮，一家人围着热腾腾的锅子，热热闹闹吃顿饭，就算过节的日子。但是作为一名在临床耕耘多年，看过无数病患起起落落，深知人体与自然规律运作的医师，我必须非常严肃且郑重地告诉大家，在正统的中医观念里，冬至这一天绝对不是普普通通的一天，它是天地之间阴阳转化的最关键节点，是阴气盛极而衰，阳气开始萌发的转折时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阳生。这一天您过得如何，直接关乎您明年1整年究竟是生龙活虎、精神奕奕，还是病病歪歪、无精打采，是气色红润有光泽，还是整天药罐子不离身。甚至对于一些本来身体体质就比较虚寒、抵抗力薄弱的中老年人，或是平时过度劳累、透支体力的上班族来说，这一天简直就是一道必须要小心翼翼跨过去的鬼门关，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严重的健康危机，这绝不是在开玩笑。为什么冬至这天会如此重要呢？虽然现在窗外可能正是强烈大陆冷气团南下，寒流来袭，天寒地冻，寒风刺骨的时候，但在人体的内部，那股新生的阳气正处于刚刚萌发的阶段，这股微弱得如同风中火苗般的阳气，正是您来年整整1年的健康基石，它决定了您的心脏动力强弱，血液循环是否顺畅，以及整体的免疫力高低。正因为它处于萌发期，就像刚发芽的嫩绿种子，所以极其脆弱，经不起一点点的摧折与寒气的侵袭。所以冬至养生的核心，
绝对不再是像过去那样盲目的去要炖排骨、姜母鸭、大补特补，而是要懂得护养、保护这股珍贵的出生之阳。一旦因为贪吃寒凉食物而浇灭了这个小火苗，来年身体必受其害，甚至会引发各种难以治愈的慢性病后遗症。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一一揭露冬至餐桌上的5大寒气炸弹。这些东西平时吃或许没事，但在冬至这一天吃，确实等同于毒药，请大家千万要避开。第一种绝对不能碰的，就是非当季的生冷沙拉与生菜。现在台湾大家的生活条件普遍都偏好了，健康意识抬头，特别是许多在台北信义区、内湖科学园区工作的上班族女性，或是有在健身注重体态的朋友，过节的时候往往觉得大鱼大肉太过油腻，吃多了会有罪恶感，总想着去便利商店买盒生菜、沙拉，或是自己切根小黄瓜来解解油腻，心里想着生吃蔬菜可以保留更多的维他命、酵素和膳食纤维，这是最健康的吃法。但是朋友们在冬至这一天，这一口生冷的蔬菜吃下去，您这是在亲手浇灭您体内那珍贵的阳气火种啊！我们必须彻底了解食材的属性，像是小黄瓜、大番茄这类的蔬果，那是属于夏天的产物，老天爷让它们在夏天生长，原本就是为了帮助人体散热、降温、解暑气用的。而现在是数9寒天的冬至，外在环境已经够冷了，您的身体本就缺乏热量，这时候吃这种专门用来灭火的夏天蔬菜，简直就是逆天而行。中医深刻地认为，我们的胃就像是一口锅，要煮熟锅里的食物，将其转化为营养精微物质，全靠肾阳这股火在底下烧。冬至这一天，这把肾阳之火本来就微弱的像根小火柴，如果您这时候倒进去一盆冰冷的生菜沙拉，您的胃胃了，要消化它们，就得耗费巨大的保命阳气去把它加热到体温的37度，这才能开始消化吸收。这就像是家里本来就没剩多少柴火了，外面还下着大雪，您为了烧开一锅冰水，竟然把支撑房子的房梁拆下来当柴烧，这代价实在太大了。许多女性朋友长年手脚冰冷，宫寒痛经，甚至是肚子冷痛、脸色苍白的病根，往往就是这样因为错误的饮食观念而落下的。所以冬至这一天，不管那些生蔬菜里宣称有多少维他命 C， 请务必吃熟的、吃热的，哪怕只是简单地烫个青菜、炒个萝卜，加上一点姜撕去寒，也比那看起来高档。精致的生冷沙拉墙上一晚备，因为保住了阳气，才是保住了命根子。第二种要避开的是大闸蟹、生蚝、牡蛎等贝壳类海鲜，这些都是极寒之物。年底到了，台湾的餐饮气氛特别浓厚，各种聚餐，公司尾牙、春酒特别多，很多家庭或公司为了展现风、盛与诚意，喜欢去吃高档的海鲜自助餐，或者拿这些昂贵的海鲜当作主菜，觉得这是高蛋白、高营养、能够补身的好东西。甚至有些人觉得吃生蚝可以壮阳，但在我们懂行的医师眼里，这叫引狼入室。您仔细想想，螃蟹是生活在水底、淤泥那种阴暗、寒冷、不见天日的地方，它的性质最寒，而且味咸。这种极度的阴寒之气吃进肚子里，是直奔您的肾脏老巢而去的。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讲咸味入肾，冬至这一天，您那点宝贵的阳气正躲在肾脏里面避寒，休养生息，
这时候一口螃蟹肉下去，那股寒气就像是强烈的寒流一样，顺着经络直接钻进肾脏，瞬间就把刚萌发的那点阳气给冻死了。那些冬天特别爱吃大量海鲜、生鱼片、螃蟹的人，到了春天往往特别容易腿抽筋、腰痛、膝盖酸软，甚至痛风发作。这就是因为肾阳被冻住了，根本推不动气血运行的缘故。在台湾，海鲜取得实在太容易了，到处都有于港直送、街边的热炒店、回转寿司。大家更应该注意这些海产的摄取量与时机，尤其在冷气团来袭的冬至前后，能不吃就尽量别吃，若非吃不可。也一定要搭配大量的紫苏叶、生姜醋来中和寒性，但最好的策略还是先忍一忍，等到春天阳气生发之后再适量享用，别为了逞一时口腹之欲而伤了根本。第三种是热带的寒凉水果，特别是饭后吃冰过的西瓜、香蕉、火龙果、哈密瓜等。这在中医里叫寒热对冲，是极伤脾胃的行位，非常容易导致虚胖和体内湿气加重。试想一下，您刚吃完热腾腾的羊肉炉、姜母鸭或是麻辣火锅，身体本来暖洋洋的，毛孔微开，气血正在运行，这时候一盘从冰箱拿出来还冒着冷气的冰凉水果下肚，就像是把一块烧红的铁块突然扔进冷水里，滋的一声，会让您的脾胃之气瞬间被打散、瘫痪。脾胃一旦运化不动，吃进去的那些补品、食物就没办法转化成精微物质滋养身体，反而变成了垃圾堆，积在肚子里。像火龙果、香蕉，这些都是典型的南方大寒水果，它们存在的意义是给热带地区的人在酷暑时降火用的。而冬至这一天，您需要的是保暖，是藏阳，而不是去平衡什么燥热。在冬至吃它们，除了在体内制造一堆排不出去的湿气，让肚子变大、血脂变黏、舌苔变厚腻之外，没有任何好处。台湾虽然是水果王国，一年四季都有甜美的水果，水果虽然好吃，但也要看季节、看体质、看时机。冬至这一天，请暂时放下对这些寒凉水果的执念。如果真的想吃水果，可以选择性平或微温的苹果、柑橘，甚至可以用热水温过再吃，千万不要直接吃冰冷的，这对脾胃的伤害是不可逆的。第四种食物是苦瓜、绿豆汤、仙草等所谓的清火食物。有些老年朋友或者注重养生的人觉得冬至吃羊肉、吃火锅太燥热了，怕上火、怕牙疼、怕便秘，所以觉得得配点苦瓜炒蛋，或者喝碗绿豆汤、仙草蜜来平衡一下。朋友们，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区。您以为的那个火，其实那是生命的生机啊。冬至这一天，如果您感觉身体里有一股热气，或者有点燥，只要不是那肿红、肿热、痛、发烧感染的实火，千万别急住去降火。那一点点的阳气比黄金还要珍贵。您觉得那是上火，其实那是体内的小火苗在试图冲破寒气的封锁，是一种生命力旺盛的表现。又或者是因为体内寒气太重，将虚阳逼越于外，形成的假热真寒现象。苦瓜是大苦大寒之物，绿豆的性质也是非常寒凉的。在夏天中暑的时候喝绿豆汤，那是救命的神药，能清热解毒。但在冬至喝绿豆汤、吃苦瓜，这意味着您直接损伤了负责维持体温、负责推动五脏六腑运作的阳气。这样做虽然暂时缓解了口前燥热的感觉，却会导致身体
在整个冬天都处于一种虚寒的状态，免疫力会大幅下降。一旦流感病毒、梅浆菌袭来，由于身体缺乏足够的能量去防御，您会比别人更容易感染，而且一旦倒下，就很久都好不了。所以千万不要把生机当作火毒给灭了。如果真的觉得燥热，多喝温开水即可。第5种食物是从冰箱直接拿出来的牛奶或优酪乳，低温加上牛奶本身的阴寒属性，会严重消耗胃阳，生成痰湿，非常容易诱发小孩子的过敏性鼻炎与久咳不愈。冰箱冷藏室的温度大约是4度，而人体胃部的温度是37度。冬至的阳气刚要生发，就像是早晨出生的太阳一样娇嫩。这时候您把一杯4度又湿又黏的液体倒入胃里，您的胃为了把它加热到能消化的温度，要瞬间调动全身的阳气过来支援救援，这对身体是多么巨大的消耗啊！而且牛奶这种食物性质偏寒湿，在阳气不足的时候是很难被彻底消化的，它会像一团浆糊一样糊在您的胃壁，与肠道里中一觉，寒湿困脾，阳气透不出来，营养也吸不进去。您看看现在台湾有多少小孩子一到冬天就挂着2条长鼻涕，早上起来喷嚏打不停，鼻炎、腺样体肥大，咳嗽老是不好，甚至有异位性皮肤炎。又有多少老人天天喝奶补钙，结果骨头还是脆的，骨质疏松，而且总是咳吐白痰，觉得喉咙卡卡的，这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一杯冰凉的牛奶害的。台湾的早餐文化里，很多人习惯去早餐店点冰奶茶，喝冰鲜奶，这其实非常伤身。冬至这一天如果要喝奶，必须煮沸了热着喝，最好加一点姜片或者肉桂粉去寒，直接喝冰的绝对不行，这是在拿身体开玩笑。讲了这么多不能吃的，肯定有朋友会心存侥幸地问，林医师，我就吃了1口，真有那么严重吗？别吓唬我了，我身体硬朗得很。请大家用最简单的物理学常识想一想，如果冬天太冷时，户外的自来水管没包好，会怎样？会爆裂，因为里面的水结冰后，体积膨胀，就把水管给撑破了。人的血管就像这根水管，如果您在冬至这种阴气最盛、气温极度寒冷的日子里，还去吃上述这5种寒冷食物，就等于是在低血管制造冰块，血液遇寒则凝，流速会变慢、变粘稠，甚至凝结成块。中医叫寒凝血瘀，一旦这些冷冻的血栓堵在心脏，那就是心肌梗塞；堵在大脑，那就是脑中风。这也是为什么每到冬至前后，台湾各大医院的急诊室总是人满为患，心脑血管意外频发，救护车警笛声不断的原因之一。我们常常听到新闻报道说，某某人在寒流来袭时猝死，这背后往往都有寒气入侵、阳气衰竭的影子。如果您不从事冬至这一天的忌口，任由您身体里那点微弱的阳气被扑灭，来年您的身体会有4种非常明显的变化，这是身体在向您发出求救讯号，请务必自我检视。第一是手脚长黏冰凉，怎么补都补不热，穿再多袜子，盖再厚棉被，脚还是像冰块一样，这说明阳气已经虚弱，到达不到4肢末梢了，身体的供暖管道堵塞了。第二是莫名其妙的疲劳，睡再多也觉得累，不想动弹，说话有气无力，总觉得懒洋洋的，好像电池永远充不饱，这是气虚的表现。第三是大便不成形，吃什么拉什么，或者是容易腹泻。
大便粘马桶冲不干净，这是脾胃的火灭了。就像电锅没插电，煮不熟饭了，导致水湿泛滥。第四是长结节、肿块、囊肿、息肉，这最可怕，因为河水流动时不会结冰，只有水流慢了、停了，才会冻成冰疙瘩。身体里的肿瘤、结节其实就是身体里的冰块，气血凝滞排不出去，脏东西、代谢废物聚集在一起就成了瘤子。所以我们在临床上看到很多长肿瘤的患者，往往体质都是极度虚寒的，这就是长期累积的结果。所以冬至这一天，大家一定要忌口，不该吃的千万别吃，忍一时口腹之欲，保一世健康平安。除了避开这些禁忌，我们还要主动出击，助长身体里的阳气。林医师在这里教大家2招非常实用的冬至扶阳法，一招是吃，一招是做，操作简单，但效果宏大，适合我们每一个家庭。第一招是千古第一补阳汤，当归生姜羊肉汤。这是宜圣章仲景在《金匮要略》里留下的千古名方，专门治疗寒气入骨、手脚冰凉、腹痛怕冷等症状，对于产后虚弱的妇女或是劳累过度的男士都非常有效。准备食材非常简单，在台湾的传统市场或全联超市都很容易买到。羊肉1斤，最好带点肥油及皮，像是台湾本地的土羊肉或者高雄冈山羊肉，那种带皮的最好。羊肉性温补，是纯阳之物，能补形。生姜1大块，千万别去皮。中医讲，留姜皮则凉，去姜皮则热，但这里我们主要是取其散寒之功，且姜皮能利水，配合羊肉不滋腻，生姜肉能温中散寒，促进发汗。当归15到20克，当归能补血行血，血行则气行，能带动羊肉的热能运行全身。做法也很简单，先把羊肉洗净切块，汆烫，去掉血水和腥味，然后与拍碎的生姜、当归一起放入砂锅，加足量的水，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炖，炖到肉烂汤浓，香气四溢。出锅前加点盐调味即可。冬至这天全，家人喝上1大碗热腾腾的当归生姜羊肉汤，您会瞬间感觉到一股暖流从丹田直接冲到脚底，与手指间全身毛孔都打开了，微微出汗，这就叫阳气通了。如果您是素食者，也不用担心，我们可以用桂圆、红枣、生姜煮茶喝，生姜要多放一点，煮得辣辣的，再加红糖守住热能，这也是一帖非常好的温阳饮品，同样能达到暖宫暖胃的效果。第2招是外治法，热敷神阙穴。神阙穴听起来很玄，其实就是您的肚脐眼。大家不要小看这个肚脐，那是我们人在母体时吸收营养的通道，是先天元气的入口，也是最容易受寒，也是最容易吸收药气的地方。冬至这一天，大家可以用热水袋、暖暖包，或者现在很方便的电热毯、热敷垫，敷在肚脐眼上。当您静静地敷着，闭上眼睛休息，感觉到一股热气不是停在皮肤表面烫皮肤，而是慢慢的温和的钻进肚子深处去的时候，那就对了。这就像是在您身体这个大冰窖外面生了一堆火，通过肚脐这个窗口，把体内深处的冰寒慢慢化开。坚持做几天，您会惊喜地发现手脚片，暖了，大便成型了，晚上睡觉也踏实了，脸色也变得红润了，这就是阳气回归的征兆。甚至您可以加一点粗盐和花椒炒热后装，在布袋里热敷，效果更好。因胃炎能入肾，
花椒能散寒。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内容非常关键，含金量非常高。这不仅仅是医学知识，更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养生智慧。为了怕大家听过就忘，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总结一下重点，加深记忆。第一，冬至这一天千万别碰5样寒气食物，别吃生冷沙拉，蔬菜要吃熟的热的，别吃螃蟹、生蚝等贝类，避免寒气入肾导，致腰腿痛。别吃饭后寒凉，水果如火龙果、西瓜，避免冷热冲击伤脾胃。别喝绿豆汤或吃苦瓜，不要把新生的阳气当成上火给灭了。别喝冰牛奶或冰优酪乳，避免寒湿困脾引发过敏。第二，冬至务必直，行2招，服养法。喝1碗当归生姜羊肉汤或浓郁的姜枣茶，外用热水袋或海盐袋，热敷肚，提神却血。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您有帮助，请务必在评论区打上我会照做这4个字。这不仅是对林医师的支持，更是对您自己健康的一份庄重承诺。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内容，并把这篇重要的健康资讯分享给您关心的亲友，特别是家里的长辈与孩子，让大家都能避开这些隐藏的健康陷阱，过一个温暖安全的冬天。让我们一起在冬至这一天养足阳气，阳气满满，健康长寿。我是林医师，感谢您的聆听与陪伴，祝大家冬至快乐，阖家安康。我们下期分享再见。